大家好，我阿培。今日阿培咧嚟到中山嘅火炬，咁啊會帶嚟一個中山上個月銷售量排名冠軍嘅一個公寓樓盤。呢個公寓樓盤咧上幾期咧我哋啱啱影過，就係港雄匯喺中山火炬開發區中山港片區嘅位置。咁啊總價咧20萬最低嘅特價單位咧19萬一套嘅精裝修單位。好多朋友咧會覺得好好奇，咁低總價嘅一個單位，佢周圍嘅配套會唔會好差呢？所以阿培今日過到嚟咧，係主要同大家介紹下呢個港雄匯周圍嘅配套環境嘅。咁大家可以見到啦，喺邊嘅話咧，就係中山嘅一條逆線路主幹道，跟住穿插喺中間呢個位置咧，就係小區嘅一個內部路。呢個港雄匯咧，佢有分2期去起嘅，一期咧就係住宅咧已經係早期交咗樓，另外一個組團咧就係佢哋嘅公寓咧就有2棟樓組成。咁呢個盤咧，如果大家想要落樓有得消費有得去食嘢嘅話咧，可以見到我哋住宅板塊下低咧係成排嘅街鋪。入住咗有啲基礎嘅一個餐飲店啦，以及買嘢嘅一個便利店。如果呢度嘅配套唔夠滿足我哋嘅日常消費嘅話咧，呢個興業路轉個彎，我見到會有中山港片區嘅另外一個樓盤叫做中明新達城嘅。中明新達城咧，佢樓下嘅一個商業氣氛咧係會非常之充足嘅。嗰個位咧就聚集咗3大商圈嘅，一個咧就係中山港片區嘅1+1，入邊咧有好多商家入住。中山嘅1+1咧係中山本土最大嘅一個商業體。跟住中明新達城自己開設嘅一個大型商業體叫做上東里嘅，似翻一啲大型嘅連鎖品牌，星巴克啦、肯德基啦、麥當勞啦、必勝客啦，嗰邊咧都非常之齊，同埋亦都有非常多嘅酒樓啦、餐飲店進駐喺嗰邊嘅。跟我哋呢度步行大概200米嘅一個距離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大型嘅商場叫做百匯廣場嘅。咁百匯廣場咧似翻我哋嘅香港百佳商場咁樣啦，入邊都係有好多嘢可以買嘅。所以咁多嘅一個商圈圍繞住呢個周邊啦，所以我哋港雄匯嘅租客又好，業主又好，落到樓下咧已經可以得到非常之多嘅一個消費選擇。除咗配套足夠成熟之外咧，呢度嘅交通其實都幾便利下，幾方便嘅。因為中明新達城樓下咧，目前已經有聯運公司開通咗一個香港嘅直通巴士站點，嗰度咧係有車直接翻去香港嘅市區嘅。除此之外，你如果想要更加經濟嘅交通去翻深圳又或者深圳灣口岸嘅話咧，大概揸車10分鐘咧，可以去到火炬開發區最市中心嘅位置，就係我哋太陽城板塊。太陽城板塊嗰個商場側邊咧，已經係開通咗深中兩地互通嘅一個跨市公交車站。嗰度咧，你只需要使17蚊一張車飛咧，就可以去到深圳。大概嘅車程咧就50分鐘，可以直達去深圳嘅，所以都比較方便。回到我哋呢個港雄匯呢個樓盤啦，佢現時除咗價錢低係一個賣點之外咧，呢度嘅單位咧仲有酒店可以幫你託管嘅。目前咧已經入住咗我哋嘅一個窩翠公寓公司，每個月咧1350蚊嘅一個月租回報嘅，計埋落嚟佢年回報率咧就去到7厘至到8厘咁樣嘅，收租回報率咧非常之可觀。呢度已經係現樓，大家會見到呢度平層公寓單位咧，佢嘅一個入住率咧都係非常之多人住嘅，大概去到80%咁樣。點解呢個公寓盤可以吸到咁多嘅租客去住呢度嘅單位呢？就係因為中山港片區咧係作為中山嘅一個工業區嚟嘅。大家如果了解中山嘅話咧，就知道中山火炬開發區咧係一個高新技術開發區嚟嘅。當時嘅定位咧就主要吸
多啲企業過嚟中山呢度辦廠咧。咁辦廠嘅話咧，佢入邊嘅工作人員咧就非常之多啊，有企業有人流，加埋咧呢度細面積嘅單位咧會比較稀缺，所以呢度嘅公寓單位咧先至可以吸到咁多人過嚟住。咁加埋你公司設喺度，企業設喺呢一度咧，平時生意往來啊，要招呼啲合作伙伴，佢亦都需要一個住宿嘅一個地方。咁多數咧都會考慮港紅會呢度嘅一個單位。OK， 咁呢度嘅單位咧，究竟入邊嘅內容情況係如何咧？我哋而家帶住大家去睇一睇啦。OK， 而家我哋嚟到港紅會5棟嘅11樓。咁港紅會咧一共會有2棟嘅公寓單位嘅，6棟嗰度咧就係賣嗰啲複式嘅單位嘅，咁5棟咧就係賣緊嗰啲平層嘅單位。咁6棟嗰度咧綜合嚟講咧，佢價錢會比較貴，所以我哋都係推薦5棟嘅一個細面積嘅平層單位。OK， 咁嚟到11樓位置，我哋睇翻呢個窗望出去嘅一個中山港片區嘅成個環境。佢會有比較多嘅企業喺呢度辦公嘅，有開廠啦，又或者開啲創意園啦，所以呢度嘅一個辦公嘅群體咧係會比較多嘅咁呢度租間細面積嘅公寓單位租客咧亦都會比較多嘅。OK， 我哋嚟到5棟嘅11樓呢度，大家可以見到有3部 lift 嘅，咁一層咧就3部電梯，配置有29戶單位。過翻嚟呢個位置嘅話咧。咁佢嘅管理公司咧就係萬科嘅，咁萬科嘅物業咧，佢管理亦都會比較好嘅，係啦。咁今日會帶大家睇一套323尺嘅，即係30平方嘅開放式單位。呢套單位嘅話咧，有柯翠公寓幫你去託管嘅，咁前期咧係唔需要俾院租費嘅，咁每個星期咧就會出2套特價20零萬低啲嘅19萬。20萬就可以買到啦，不過係低層。如果高層嘅話咧，就係20零萬。30平方嘅單位咧，呢套咧就係擺咗家私家電嘅，咁係酒店式嘅一個風格。咁柯翠公寓幫你託管呢間單位嘅話咧，佢就係按咁樣嘅一個家私幫你去佈置嘅，送呢一啲家私家電俾到你，一眼可以望晒嘅一個單位，因為咧佢面積好細嘅，30平方嘅。擁有獨立嘅一個洗手間，呢度咧就擺床嘅，跟住呢度會有一個細 sofa， 會有一張茶幾，呢邊咧就係擺翻冰箱以及收納櫃同埋我哋電視機嘅位置嘅。OK， 過翻嚟呢個位置咧30平方，佢係擁有獨立嘅一個陽台可以晾衫嘅區域，同埋咧佢呢間公寓單位咧亦都可以。做到明火煮食嘅，因為佢擁有一個獨立嘅一個廚房嘅，面積雖細啦，5棟俱全啦，就呢間單位咧總價咧就20幾萬嘅，平啲嘅19萬、20萬都可以買到嘅。咁呢間咧就係業主5方窗嘅一個示範單位。如果我哋睇翻呢一隻咧，就係發展商做咗方窗嘅，咁可以俾到我哋更多嘅一個參考。同樣都係30平方，洗手間入門位置就洗手間，跟住咧都係酒店式嘅一個風格，擺床sofa， 跟住茶几呢邊咧就全部做翻一啲收納嘅，係啦。咁呢度咧個入邊嘅空間會再大啲，因為佢將獨立嘅騎樓咧推出去嘅，咁就做到一個方窗。呢度係廚房，獨立廚房。OK， 咁港紅會嘅5棟咧，就總共有2個面積賣緊嘅，一隻咧就係我哋而家睇緊嘅30平方，仲有一隻咧就稍微會大啲嘅，去到40平方嘅。但係綜合嚟睇咧，港紅會呢個公寓單位咧，我覺得收租為目的咧會更加好啲，因為佢價錢平，同埋周圍咧有一定嘅租客群體，所以呢度嘅單位咧係越細則越大玩嘅。OK，仲有一個點咧，就係港紅會佢呢隻平層單位，佢嘅樓底咧係做到3.6米嘅，所以就算佢嘅單位細，我哋入到嚟都係感覺會比較舒適嘅。港紅會呢個樓盤咧，而家已經係現樓，好多人住緊佢哋嘅一個單位啦。
加埋咧，而家經營呢啲單位嘅託管公司、柯翠公司咧，已經係經營咗好耐嘅一個時間，所以各方面都可以得到一定嘅一個保障。OK， 咁呢個公寓總價19至到20幾萬，咁大家會唔會有興趣咧？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聯絡翻阿培上邊嘅電話過嚟實地考察啦。OK， 我哋下集再去睇其他屋苑，拜拜。